喜欢上了男孩，便谎称家里有个妹妹，生得跟自己一般模样。两人约定，半年之后，男孩去女孩家里求娶这个妹妹。陛下，谁？陛下。陛下，臣妾是提兰。陛下，您困了。想是白日批奏折太累了，要不您就回去歇息吧。无妨，你接着念。是。陛下，陛下，该起身了。陛下，奴婢把您的朝服取来了。怎么了？臣妾给陛下更衣。昨晚实在太乏了，玉安宫离得近，没想到竟然在这睡了一整夜。书读得不错，衣裳却穿得不怎么样。恭送陛下。